继续来看皮湖一个渔民真爱做渔船仔的模型，而且伊的船拢是安尼金光闪闪。原来伊拢用银行拄领出来这个上新的银角仔来黏，除了做船嘛做金龟，所以伊的金龟拢是皮湖每一年元宵起龟的时阵上界抢市的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真专心咧检查房，用影详细检查，一个一个小零件甲斗斗咧，连船舱顶面的栏杆拢啊详细调轻。上歹做的起网机，佫真正会转，袂说是真正的渔船啊同款。这是魏庆荣师傅的作品。13岁小学毕业无，我就讨海，用的时间足多，一年要出来365日，要出来差不多150日尔。 本来敢若想要消遣尔，想要到愈做愈趣味。若无出海时，拢咧做模型，一做就是30吨。我看伊去只模型装，我感觉我深深感觉哦，即只我足喜欢。我家己用的时间，我当然来家己安尼加减比就对啦。伊做的船有一个特色，逐只船拢真水，用钱搭船身真喜气。用的新的钱落去做，新的钱一般是咱。 比较吉祥，无迄上意思的人忘记。啊，第二，伊是较美感、较水，新钱较亮丽。除了较水，新钱嘛黏较会调。去年平湖囡仔伊嘛为每一年闹这个元宵起粿活动得到灵感，用这个银角做成钱龟，更加会使有一个好格调。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。啊，以前真正是生意好甲吼，我曾经也阁请过落个人，伊个人头吼，拢爱向外就对了。意思是讲吼，出人头地。钱龟真好，魏庆荣阵咧穿起来订单是愈接愈济，用家己开发的模仔来排，嘛加入真济想法，或者钱龟看起来真新真水。 虽然讲无阁出门讨海啊，不过伊的作品总是以海洋的主题为主。对来讲，大海就是厝，是伊上少年的所在。